1点多赶快。来大家不要去，我们去。太太不要去，我不要去。我黏着我的太太，我的太太在家里，我也。太太要睡觉，你我也睡觉。我太太如果在哪里，我也要去；如果太太不去，我不去。啊，你一个无送的。无啦，哎，不好意思，这个不要吃完吗？哦，是干净菜的。哦，这样哦。等一下，我这要菜的也撒下都没有吃。啊，我下你讲，啊，我意思讲，我等来，我摕电动来，我顺便要等伊，我会炸等。哦，意思讲，你来看你好，菜价拢无人，意思要好。啊，物价佫拢无讲，因为我袂记交代讲，顺便摕等好。但是哈，你就知伊。我摸咧，所以我每天都吃地瓜。我讲伊来看你缘投的，啊你咧笑啊？没有，看你缘投，看啥？你要叫来看啥？对呀。他没有籽哦，它有点像生柚子的。是啦，他说不能祭拜。Tak makan dulu ya sebentar. Ini ayam. Mereka pergi ke mall ya. Adik-adik nyonya aku enggak mau pergi. Bismillah. Aku tadi dijak ke mall, tapi aku nggak mau ikut ya, karena nyonya aku nggak ikut teman-teman. Nyonya aku malam nggak iso turu di rumahnya orang tuh karena katanya makan jajan dari Vietnam, kacang itu loh asin, kebanyakan makan.
Itu paman nomor 3 nonton TV ya. Suaranya kok ono. Aku tiap kesini tuh aku harus beli kartu internet yang 1 bulan. Entah aku pakai berapa hari di sini. Aku beli internet yang 1 bulan 599 600 NT ya. 300.000 lebih. Nyonya aku bawa ke sini iPad, ternyata di sini ada WiFi. Ini aku bawa iPad kalau nulis-nulis nomor. iPad nggak ada kartunya, otomatis harus pakai WiFi. Kemarin nanya Cece, dikasih tahu passwordnya. Ya蹲下机一下。他送不去。歹势啊，歹势啊！这叫停针啊，他当你哦，停针，停针哦，停针哦，停针。我快帮忙，别把它起。我们要起了，我们要起了。太太说不要，我不要起。Pasar Taichung. Wis berapa hari kita di Taichung ya?
4 hari kita di Taichung. Ini hari pertama aku keluar rumah. Biasanya aku nggak pernah keluar rumah di rumah. Mai suanto, suanto han piaoliang. Oke. Di sini sayuran lebih murah ya daripada Taipei. Cek tisha atau ama? Tisha. Ini pasar Taichung. Semua ada. Ini yang murah, yang murah. Bunga-bunga, buah. Ciro. Pale-pale. Bakul panci. Jamur.有看大舅吗？大舅吗？早安。备售了啊！你说这2斤多少？2斤半。好的，笔要带回家吗？哎，这个笔没带回去就没有顺道。Di sini ada botol-botol. Eh， 不好意思，这个都是100块吗？不是，不一样。如果上面那个多少，老板？哪一种？我们东西这么多，你要哪一只？590。哦，那个比较贵啊。好好，谢谢老板。怎么好？不一样。哦，这样，好好。如果前面这里是100。对。哦，好好。Di sini 100. Aku membeli siang-siang. 这个跟二姑姑比哪里比较好吃的？啊，只有妈的好吃，多少好吃？先请罗东。哎，我们等一下再来拿，放这里一下。先放多久？在那里。30。哎，肯金皮起来要35了，10块。Sini jualan ikan ya, langganan nih nyonya. Sia-sia ada mai sia-sia. Hotel. Lah lah.我係話係啦，你見你死嘅咯，我唔愛啲啦。拢無死嘅，這嘛拢無死嘅，高起來，這樣高起來較好。伊就袂晓看多，咱把它倒倒。無倒落啦。好啦，謝謝。攏倒來。都還好啦。無一尾死。有啦，拄啊勁了。啊，一隻你有看，一尾死嘛無。哎，哪一斤啊？哎，是我有敬海啊，倒咧來敬啦，唔是無咧敬啦，高台那有可能來敬。家那有可能用死的後面。來好。啊，什麼話400。袂曉死嘅，他倒咧會曉死。差一撮了，還給手指也沒。可以來一個來哦，來哦。買這樣而已啊。 600。你要反到。有皮那個了，老闆什麼皮蛋？生的吃的。那個。好多款。那皮蛋豆腐。皮蛋豆腐。開要誒。我要煎咧賣曬。用煎咧，用迄啦，迄較好煎。啊，你我買啥？我要愛幾好個。我用煎嚇。迄一包偌濟？一個18，當地30包。啊，你逐工來嚇？係，我是做禮拜一。如果這個是皮蛋豆腐，好了，2個是不是？一個啦，一個這個，一個那個。如果要煎是哪個？好，煎的一個。嗯，這個一個。那個要不要2塊？煎一煎。不要的。1塊，好。好。太多吃不完，他們都不去耶。誰不去？泡水冰哦，泡水冰。
泡水冰哦。哎，是看看这个可以吗，太太？这个3个，这个3个我要吃。好的好的，来，这个老板是看看老板先找。 ，3块3块你要几只啦？哦，好。 ，3块3块。 5块5块啦。好，5块5块。Hello，在那边。Hello。哎。张小姐，好，听到了，听到了。那意思说，那介绍，我是他姐姐。好好。他那个等下30啦哈。好啊。哎呀，姐妹都很漂亮。太完美了。你是老大，他是小姐。好，不好意思，给我老板啊，给我算了，好，谢谢。张小，nah ini kuku dok ciro. Ayamnya seperti ini. lah，小姑丈在哪里？姑姑，小姑丈要干嘛？在哪里？他常常在这里，为什么不见？今天要去买塑料袋，来我给我。哦，这样，好。我讲，我也系啊，18。问一下。好。哦，安尼啊。啊，是对无安怎吗？你讲无安怎？没有啦。 Adik nyonya yang kecil ya jual ayam. 来了啦，他要看你啦。哦，你好，部长，早安，好久不见。有啦，有就无参与期3月的。你也当外看你手机啊？我是都在等书，3号300。 Ini suaminya ya? 3号300的搞碰奖。3月用，你有3000的啊？哎呀，3月都有3000的。啊，你没用啊？无。连上3年啦。不是唔该，我用老尾碰鱼尾。好了吗？无对。好了。按哪老尾？有，那我有帮你留机油啊。机油。你说你不能吃猪油。现在太太带去。好了。好好，谢谢。机油了，不能说你不能吃猪油啊。小爱跟我说。好。谢谢小股长。谢谢。好。啊，拜拜。Di pasar ya. 哎，太太还没吃早餐喽，吃一下，吃卤肉饭。他也有这个了，太太也可以吃。这个我不要。面包，不要不要。我要买它的鹅肉。很干净，bersih banget ya, kocoy. Udah kelihatan. Di sini adalah apa ya ini ya? 这个诺。这个是叫什么名字？太太？Oro。鹅肉，我们买。Oro。它也有鸡肉了。啊，你给我吧。 Sarapan ya. 哎呀。新鲜的。所以我马上来了。对啊，我马上没有啊。去摆的菜畦的不要喂，那固定的，脑出来超固定的。这仔打。对呀。 太太有买过在这里的？有啊。回来太太知道。知道。我们是台北人，我们不知道。你们看人比较多的地方就是比较新鲜。哦，这样。对啊，如果去餐厅吃饭，哎，这跟人很多，是，食材一定新鲜。我是这样觉得啦。对啊。哎呀，我们是住这边，那我们都固定。是，一定是到了。对了，都是固定的。固定的。固定哪一摊买什么东西。有时候也会打嗝。我哥爸他爱吃腌的，腌腥的。喜欢腌的。有的人爱吃鸡皮啦，较香啦，腌饺啊。Iki Dewa di Nyonya itu ya. Di sini rame ya, berarti dia fresh. Ya交了，还有客人。先洗啦，可以了。没了，拿好了没？Nah, di sini buah yang wakeh ya. Botol buah. 1000.
没有720。700块而已。Tapi semua tete kita 1100。我跟他找我。不要买什么菜这样？不要。好。啊？要去到几工啊？都要走啊？哦，台北较多啊，恁遮嘛多啊？好。好，谢谢。我们去哪里？Ini pasar ya, wow, amazing. Mbak, di sini ada kacang tanah ya, dia berwarna merah. Sini. 有小葱两爱的。Kacang. Lele. Burung loh ya. Diajak ke toko sarapan dulu. Murah ya. San ke Ipai. Baju yang murah 100. Ini kamatnya.哦，这特好吃的，好吃，都是上好吃。很好。来看看咯，葡萄，帮你称啊，等我等一下，等一下。我以为这个好吃啊，这个是我所有甘露里面最好吃的。我都卖完了，那是你的果菜市场个条我无我炸都卖完啊。我中秋节的我的分都拢卖完，284。我们回家再来买太太。不行。礼拜六还有再来吗，老板？啊，也已经没有。没有了。没有货了。它会不会坏掉？如果放？长7至10天。要不要这个？随便呢，你卖啊，好吃。好吃哦。这个吃了对那个高血压。这个比较好吃，酸甜。哎，试看一下，它是甜而已。哎，老板试看一个，老板。Kita nyobain satu ya. 有没有3甜3甜？有吗？94块。有吗？好甜。很甜哦。有。再来试看哦。不用。就买给他们。买一点点好了，好甜。你是在录影啊？没有的。我还以为你那么有兴趣在录影。买葡萄，这个要带去山上哦。都可以。这个带给阿妈了啦。阿妈因为这个甜一定喜欢吃。对，快掉。快掉。对，你现在你要把它包起来。等一下要包起来，粘起。哦，我要扣你。等一下我再帮你那个。好，600块钱哈。600。一个差不多200。这个130。这是272，加起来是880。好，880。怎么样？Warna还没拿了，还没拿。Aku gotong belanja kayak gitu ya, Roh. Ada 这道菜，再吃菜。